發展商仲推出咗限時嘅低首期，首期低至68000蚊起就可以買呢一個一室戶景單位啦。做完通鋪之後，哇！成個感覺翻到屋企之後嘅話咧，成個廳邊係110方嘅使用率啦，完全係85、86方嗰啲客廳嘅一個使用率啦。到時交樓嘅話咧，發展商又做埋呢一個地磚啦，又做埋白色297啦，廚房3件套，以及呢一個洗手間以及主人房嘅呢一個297啦。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灣區置業大管家，我係大管家瑤。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管家 Max。我而家嘅位置係坦洲嘅千畝湖景國際花城嘅湖度飄住。呢一首視頻嘅話咧，同大家介紹下全新加推嘅5期2區嘅4座戶型全面大升級，超130%嘅水溢率，單價低至10800蚊起，大精裝修，而且係一線嘅湖景單位。買呢個樓盤就可以好似瑤咁樣喺呢度踩下船，過嚟同阿瑤睇樓嘅話咧，瑤帶你過嚟飄下呢個湖。咁國際花城呢一個樓盤嘅話咧，佢一直以嚟嘅一個賣點嘅話咧，就係而家嘅呢一個千畝湖景啦。咁呢一次加推嘅5期2區嘅4座嘅話咧，發展商仲推出咗限時嘅低首期，首期低至68000蚊起就可以買呢一個一室戶景單位啦。咁講翻國際花城，其實佢呢個樓盤到而家嘅話咧，由第一期到而家都有超10年嘅時間啦。但係佢入住率嘅話咧係非常之高嘅，因為早期嘅話咧都有好多本地人買咗呢邊嘅。咁去到夜晚黑嘅話咧，呢邊嘅人間煙火嘅氣候係非常之足嘅，因為佢嘅入住率都非常之高啦。咁同埋嘅話咧，樓盤都開通咗呢個直通巴。咁可以實現喺呢一個國際花城坐直通巴翻到香港嘅太子啊、荃灣同埋柯士甸嘅。咁樓盤除咗有直通巴，咁仲有呢一個公交巴士可以翻到呢一個珠海嘅，同埋都有呢一個7蚊街嘅一個奇觀巴士。咁佢見到呢邊嘅話咧，就係佢前期賣咗嘅樓宇嘅，咁入住率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都可以通過露台望到，幾乎嘅話咧，一棟樓落嚟嘅話咧，都係住晒噶啦。咁佢呢次加推嘅呢一個5期2區4座嘅話，同之前4期嘅話咧，佢戶型係完全唔一樣嘅。因為佢呢一次嘅話咧，戶型做咗大升級之後，佢戶型最細係110平方，以及126平方，以及130平方嘅，就冇咗之前嘅89平方以及呢一個105方嘅。但係呢次嘅一個戶型做咗8大升級嘅。最重點嘅就係佢嘅使用率高達130%嘅使用率，可以係講呢一個坦洲嘅新一代嘅4.0嘅一個產品嚟嘅。咁除咗佢使用率高啦，咁佢嘅飄台位置都係做到270度嘅呢一個景觀面嘅。哇！咩事你冇坐過嚟？我講下有啲驚啊！個船一陣間冧咗，我都唔知點翻去，我唔識游水啊！咁呢一個5期嘅話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咁5期2區嘅話咧，佢 total 一共係7棟樓嘅，咁總嘅戶數係856戶。而家加推嘅呢一個4座嘅話咧，佢嘅戶型嘅話咧，除咗呢一個01戶型126平方係望唔到呢一個湖景嘅，咁其中2個戶型110平方以及呢一個138平方都係可以望到呢一個一線湖景單位。咁呢一對面嘅話咧，就係呢一個4期啦。咁4期嘅話咧，而家都有部分呢一個尾貨單位有呢一個89平方啦，以及呢一個108平方嘅。咁4期嘅話咧，發展商做緊嘅呢一個活動就係有呢一個低首期，低至呢一個3萬蚊起嘅低首期，以及有送呢一個全屋家私電器嘅一個大禮包嘅。咁我哋而家將個船踩翻去岸上先，跟住我哋去到呢個售樓部，就係繼續為大家介紹下。終於由呢一個湖度游翻嚟售樓部啦。係啊，終於游翻嚟，今日風好大，差啲以為上唔到岸。哇！踩到盡先翻到售樓部嘅。咁我哋先睇下呢個沙盤先。我哋而家見到嘅呢一個沙盤就係屬於呢一個5期2區嘅沙盤。咁成個5期2區嘅話咧，佢 total 有7棟樓嘅。咁7棟樓嘅話咧，加埋有856個住戶嘅。但係佢車位比例都係比較高嘅。車位比例嘅話咧，都有去到1081個車位。咁佢嘅綠化率我哋都可以見得到係做得比較多嘅，去到30%嘅一個綠化率。成個呢一個5期2區嘅話咧，佢佔地係3.2萬平方，佢嘅建築面積係14.5萬。咁呢一次加推嘅4棟嘅話咧，佢係2 lift 4伙嘅，總層高係32層高。咁首先我哋望到呢一個03同埋04嘅話咧，就係呢一次加推當中最細嘅則。
110平方嘅一個南向嘅單位，佢係可以望到呢一個一線湖景單位嘅。咁其中呢一個01單位就係呢一次加推嘅126平方。咁呢一個126平方，佢反而係睇唔到湖景嘅。咁02戶型嘅話咧，就係呢一次加推當中最大嘅一個，即138平方。咁呢一次加推嘅呢一個全新嘅4棟嘅話咧，佢嘅水溢率真係非常之誇張，超130%嘅水溢率。咁佢報建嗰時嘅話咧，送嘅面積係非常之多嘅。咁我哋首先先睇翻呢個湖景先。頭先我哋遊呢一個船嘅地方嘅話咧，就喺前面呢個橋嗰個中間位置嘅湖。咁到時嘅話咧，呢一個全新嘅5期2區嘅呢個樓盤就有呢一個湖景啦。咁呢一個5期2區嘅話咧，佢唯一一個缺點就係交樓時間冇咁快，佢交樓嘅時間要去到27年嘅一個年地，同埋佢呢一次加推過咧就冇好似之前咁樣有送全屋嘅家私電器嘅一個大禮包，不過同我哋購買，我哋依然都有最高38000嘅一個現金回贈嘅。咁我哋除咗現金回贈啦，我哋都有1對1嘅專人售後服務嘅。咁我哋先睇翻呢一次做咗8大升級嘅一個地方先。咁呢度嘅話咧，發展商都有將佢做咗8大升級嘅地方嘅話咧，做咗一個展示圖出嚟嘅。咁首先嘅話咧，就係呢一次嘅升級部分，我覺得有2點係做得非常之靚嘅。首先有一點就係佢將佢嘅飄台全部都係做成咗270度嘅一個飄台位。第二點就係佢130%嘅一個使用率。呢一個使用率嘅話咧，喺坦洲嚟講真係做得比較高嘅。而且呢一個使用率嘅話咧，同而家市面上喺度賣緊我哋成日講嘅第4代嘅產品，佢嘅使用率係接近嘅。咁第3點就係佢嘅成個外立面都係做咗升級嘅。咁呢一次嘅一個外立面嘅話咧，會更加高級啲，會喺外立面見到成個好似有啲豪。咁喺外立面見到嘅話咧，成個樓盤嘅一個貴氣感會更加足啲。咁第4點嘅話咧，就係佢呢一次升級嘅話咧，有80%嘅話咧，都係可以望到呢一個一線嘅湖景，而且係朝南單位嘅。咁第5點嘅話咧，就係佢成個園林花園嘅話咧，一共有5萬平方，咁佢打造嘅一個主題空間都係非常之大嘅。咁仲有最後一點就係佢呢一個入戶大堂。入戶大堂嘅話咧，針對翻佢早期嘅入戶大堂嘅話咧，係做咗好大嘅一個升級。咁包括佢而家嘅創意示範單位都有做咗個展示面嘅。一陣間我哋可以去到現場去感受下。咁頭先都有同大家講到呢一個樓盤嘅話咧，佢係有呢一個直通巴嘅。咁有直通巴翻香港嘅情況下，其實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呢個位置嘅話咧，發展商都有做咗下呢一個展示圖嘅。成個國際花城嘅售樓部真係非常之大嘅，包括佢都有小朋友嘅一個遊樂區，所以平時我哋過嚟睇樓嘅話咧，都可以感受到呢一個樓盤係非常之熱鬧嘅。咁呢一個樓盤嘅話咧，佢一直以來嘅成交數據喺坦洲嚟講，都係排坦洲嘅一個前3位嘅。包括佢門口呢一條寶之北路開通嘅之後，由呢度自己揸車去到港珠澳嘅情況下，車程只需要25分鐘至30分鐘。對比翻之前嘅話咧，成個車程係短短縮短咗10分鐘嘅。咁而家嘅話咧，我哋就去到示範單位睇一睇。
位置喺異地嘅示範單位，咁我哋先睇下到時交樓大堂部分嘅一個交付標準。咁到時成個大堂嘅話咧，佢嘅牆身用嘅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呢一隻深色嘅墨綠色嘅一個瓷磚啦。咁呢一個瓷磚嘅顏色嘅話咧，就令到我諗起好多呢個珠海賣3萬幾甚至係4、5萬嘅豪宅樓盤，就通常會用到呢一隻顏色啦。咁包括公區部分嘅話咧，佢用嘅呢一個鋁合金都係用翻呢個金色嘅。咁我哋先睇翻呢一套0304戶型110平方，佢係做到4房南向一線湖景嘅單位。咁呢一個戶型嘅話咧，佢係水溢率都係非常之高嘅，超130%嘅水溢率。建築面積係110平方，但係佢送嘅面積足送咗31方喎。咁加埋送嘅面積嘅話咧，佢係高達142平方嘅。咁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個戶型圖嘅話咧，藍色呢一部分就係呢一個露台啦，露台全部都係送一半嘅面積。咁呢一次做咗升級嘅部分嘅話咧，喺呢個主露台會寫住綠色呢一個花池嘅位置，佢全部都係送嘅。咁坦洲嘅話咧，其實一直以嚟就只有呢一個中澳春城佢嘅呢一個露台係以呢個花池去佈建嘅，所以做得特別富。咁呢一次嘅話咧，全新嘅5期2區4座就係採用咗呢一個花池，會加寬咗呢一個成個露台嘅。咁除咗呢一個露台咧，粉紅色呢個位置就係所有嘅飄台嘅位置，飄台係全部都係送嘅。咁仲有就係門口呢一個位置，因為門口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呢間房全部都係送嘅，因為發展商佈建嗰時係以呢一個連板結構去佈建嘅。咁我哋先睇翻下呢個戶型先。咁呢一個戶型嘅話咧，係發展商做嘅一個創意示範單位，就唔係實質嘅交付標準。我哋先睇下佢嘅戶型間隔，感受下佢嘅空間。首先就係入門口呢一間房間啦。咁呢個房間嘅話咧，佈建嗰時係以呢一個連板結構去佈建嘅。但係如果呢間房作為一間客房去使用嘅話，完全都夠空間嘅。到時裝修上邊嘅話咧，可以作為一個塔合尾，會增加呢一個收納空間啦，或者係作為一間收納房啦，或者係作為一間麻雀房，完全都係夠呢一個 size 嘅。咁我哋睇翻下客廳呢部分先。咁而家嘅創意示範單位嘅話咧，發展商係做咗呢一個通鋪，實質嘅話咧，到時交俾你嗰時嘅話，呢個位置係有通呢一個推拉門嘅。咁如果你中意咁樣嘅一個落地玻璃，後期自己都可以做通鋪。咁到時交樓過咧，發展商交俾你嗰時，佢嘅露台就係咁樣嘅一個景觀面啦。咁成個客廳我哋而家見到會覺得佢做得非常之闊。到時交樓過咧，呢個位置係有埲牆睇喺度嘅，但係呢個牆係可以駁得嘅。咁而家正常交俾你嗰時，成個客廳嘅開間係去到3.9米。如果將呢埲牆駁完之後嘅話咧，成個客廳變成大橫廳，佢嘅開間就去到5.9米啦。另外嘅話咧，就係佢呢次嘅露台係做得特別闊嘅，去到2.2米嘅一個闊度。因為呢次嘅話咧，發展商喺呢個位置佈建嗰時係以呢一個花池去佈建嘅，所以我而家企住呢個位置全部都係送嘅。咁露台就計一半嘅面積啦，所以佢成間屋加埋嘅話咧，佢送嘅面積都有去到31個方嘅。咁我哋繼續睇下餐廳同埋廚房嘅位置。咁成個餐廳嘅話，而家係擺咗個6人位，咁呢個位置仲有空間可以俾你做呢一個酒櫃嘅，可以見到入門口嘅位置仲有位置可以俾你做呢一個鞋櫃。咁到時廚房嘅交標準，我哋而家見到呢一隻半開放式嘅廚房。到時交樓嘅話咧，呢個位置係有個牆體嘅，不過你都可以參考翻發展商做嘅咁樣嘅創意示範啦，我哋將佢改成呢一個開放式嘅，都係冇問題嘅。如果到時裝修上邊嘅話咧，有咩設計嘅靈感都可以揾翻我哋大管家，我哋咩事嘅。咁呢個位置後期交樓就係個玻璃嘅套門嚟嘅，咁我哋可以見到而家呢個廚房嘅話，作為110平方嚟講係非常之舒適嘅，因為成個廚房俾到你嘅一個空間感嘅話咧，又去到83甚至乎係140幾嘅廚房咁大。佢成個廚房就係一個優型嘅廚房。咁優型嘅廚房嘅話咧，後期利用嚟呢一個煮飯嗰時嘅話咧，成個空間係非常之好利用嘅。咁我哋繼續睇下佢嘅房間部分。睇房間之前，先睇下佢洗手間。呢次嘅洗手間都係做咗升級嘅。睇下呢一個沖涼房，有冇覺得呢次嘅沖涼房好似個長度係長咗嘅？因為本身而家呢一個位置係個飄台嘅位置，發展商係將成個飄台駁好之後交樓俾到你嘅，所以成個沖涼房嘅話咧就大咗好多。但係佢又唔係傳統嘅長條形，佢有少少偏呢一個正方形。但係成個淋浴區嘅位置嘅話大咗好多，即係哪怕你話想擺個呢個浴缸，完全都係冇問題嘅。咁包括而家我哋見到呢一部分嘅一個
空間都係做得比較大嘅，包括呢啲鏡櫃啊、馬桶啊，到時交樓發展商都會幫你做好嘅。咁唯一一個冇嘅地方嘅話，就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啲護牆板啊，到時交樓全部都係白色乳膠出嚟嘅。咁啊睇下房間先。咁呢間客房嘅話，作為一個客房使用，係可以擺到5尺床啦，做衣櫃啊，做床頭櫃都係冇問題嘅。咁呢間房間同埋呢一個客廳部分嘅話咧，佢望到嘅景觀都係望到湖景，而且佢係朝南向嘅一個戶型。咁我哋再睇翻下主人房，主人房呢一次都係做咗有2大升級嘅部分。咁第一部分嘅話咧，就係而家我企住呢個位置飄台嘅位置，佢係做咗一個270度嘅飄台，而且發展商係將成個飄台鋪完之後先交俾你嘅，所以成個空間會大好多。最主要係呢一個景觀，咁到時你諗下，你自己瞓醒之後望落去就係呢一個湖景，真係非常之舒服啊！重點仲係朝呢一個南向，咁朝南向嘅樓嘅話咧，就有個好處。冬天又唔會覺得好凍，夏天又唔會覺得好熱咯。咁啊，再睇翻下佢衣帽間。咁呢一次嘅110平方當中嘅話咧，佢係有一個衣帽間嘅位置，成個衣帽間俾到你嘅感覺就好似130幾、140幾嘅面積段嘅衣帽間啦。呢一個衣帽間完全夠晒2個人嘅衫嘅收納空間，可以做好多排呢一個衣櫃啊！而且呢個位置仲有個空間可以俾到你做個梳妝台。咁呢個位置交樓嗰時嘅話咧，實質係以呢一個露台去佈建嘅，所以嘅話咧，呢部分全部都係送一半嘅面積。咁到時交樓就咁樣噶啦，後期裝修嘅話咧就需要自己封開窗，到時嘅話咧揾我嚟大顧家咩事可以幫到你嘅。咁我哋再睇下呢一個主人房嘅沖涼房嘅位置，主人房沖涼房嘅位置都係做得非常之舒服嘅，同頭先公區嘅話咧都係差唔多大嘅一個間隔。咁呢一次110平方呢一個戶型嘅話咧，加埋門口送嘅呢間房嘅話咧，佢係做到4房喎，110平方4房，主人房仲加埋個衣帽間。如果屋企人比較多嘅情況下，或者有比較細嘅小朋友嘅話咧，即係小朋友可能想同爸媽一齊瞓嘅情況下，呢個位置做個 BB 房完全都冇問題嘅喎。係啊，呢個位置嘅空間，我覺得佢而家呢個5期2區4棟咧，佢呢個產品咧係做得非常之靚。首先係佢嘅呢個戶型設計上啦，包括呢個示範單位咧，都係做得非常之靚。咁如果大家後期咧想 copy 翻一模一樣嘅裝修，冇問題嘅。咁你揾到我都可以幫你 copy 翻一模一樣嘅，或者係針對部分地方咧做出少少調整都冇問題嘅。我最中意就係佢呢個客廳啦，做完通鋪之後，哇！成個感覺翻到屋企之後嘅話咧，成個廳邊係110方嘅使用率啦，完全係85、86方嗰啲客廳嘅一個使用率啦。咁而家呢一個即嘅話咧，佢做緊嘅一個優惠活動嘅話咧，係有呢個低首期，首期低至68000嘅，咁佢單價嘅話咧係低至11000蚊嘅，月供嘅話咧4006蚊就可以買得到。其實呢個價錢，如果計咗佢送嘅31個方嘅話咧，單價回到落嚟8800蚊就可以買得到喎。因為發展商送咗31個方俾你，你諗下110方加31方，咁你實質上呢一套房嘅一個面積嘅話咧，又去到141方，總價回到落嚟124萬起。咁呢一個價錢再計翻送嘅面積，單價8800蚊。仲係包埋精裝修，仲係朝南向嘅一線湖景單位，實用率仲超130%嘅實用率，所以呢期嘅一個產品嘅話咧，喺坦洲嚟講，確實少咗好多嘅競爭對手嘅。咁接落嚟，我哋去睇下呢一個126平方嘅單位，位置喺126平方嘅創意示範單位。先睇下呢一個露台有幾長先，成個露台嘅話咧，去到8.1米嘅一個長度。哇！呢個露台好誇張喎，咁我而家企住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就係送一半面積嘅露台位置啦。咁呢度嘅話咧，發展商佈建嗰時就係以呢一個花池去佈建嘅。咁呢個花池闊度都有去到成60公分。咁呢一個花池嘅話咧，完全係送嘅唔計面積嘅。不過到時交樓嘅話咧，就唔係咁樣嘅一個落地玻璃，係以呢一個露台去交樓俾你嘅。咁如果你中意做埋呢個咁樣通鋪啦，封埋落地玻璃嘅話咧，後期就係揾我哋大管家咩事，因為我哋公司嘅話咧都有呢一個裝修服務嘅。咁呢個126平方嘅話咧，佢就唔係呢一個一線嘅湖景單位嘅，就睇唔到呢一個湖嘅。咁如果中意望湖景單位嘅話咧，可以考慮買翻呢個138平方，因為138平方嘅話咧，佢同呢個126平方佢嘅價格係一樣嘅，佢就加大咗 size。不過138平方嘅話咧，發展商係冇做到呢一個示範單位嘅。咁我哋睇下呢一成
個客廳嘅闊度先。咁成個客廳嘅話咧，佢係開間又開到成5.24米嘅，呢個闊度係非常之闊嘅。闊度嘅話咧，如果你將成個 sofa 褪到呢一個位置嘅話咧，睇電視可能會覺得成個距離太遠啦，就要好似示範單位咁樣。呢個位置可以作為一個收納空間，譬如話如果屋企中意公仔嘅話，可以喺呢度擺拉布布啊，或者喺呢度好似示範單位而家咁樣做成一個開放式嘅書台嘅位置。因為如果你將成個 sofa 褪到呢度嘅話咧，哪怕你擺個85寸嘅電視，睇住嗰個距離太遠啦，都會比較辛苦啲。咁我哋先由門口開始睇下呢個戶型間隔先。咁首先嘅話咧，由門口一入嚟嘅話咧，就有一間連排結構佈建嘅房間。咁到時交樓嘅話咧，就係以呢一個咁樣嘅露台交俾你嘅，後期你自己需要去封埋呢個窗戶嘅。咁呢間房如果你作為一間正常嘅客房去使用嘅話咧，完全係可以擺到5尺床啦，或者係做個麻雀房嘅話咧，都係有空間嘅，或者係做一個沙羅櫃啦。或者好似而家示範單位咁樣，作為一間打機房嘅話，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入門口嘅左手邊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公區嘅洗手間。公區嘅洗手間佢係做咗一個3段式，做到乾濕分離嘅。咁呢個位置就係以飄台位置嘅佈建噶啦。咁做起傳送嘅面積啦。咁到時呢度就係呢一個沖涼房嘅位置啦。成個沖涼房嘅位置嘅話咧，都唔會覺得逼嘅。咁呢個建築面積係126平方，做到4房嘅。佢送嘅面積嘅話咧，足足都有去到成40個方嘅，咁加埋送嘅面積嘅話咧，呢一間房嘅面積其實去到接近167方嘅。我哋睇翻下呢個餐廳同埋廚房嘅位置，咁實質到時交樓嘅話咧，就唔係咁樣嘅開放式嘅廚房啦，係有個玻璃套門嘅。如果你中意開放式嘅廚房嘅話咧，後期裝修都可以將佢改成開放式嘅廚房，因為佢呢個牆體嘅話咧就唔係承重牆嚟嘅，係可以剝得嘅。咁再睇翻下呢個餐廳位置，而家餐廳嘅位置嘅話咧係擺咗個6個人位嘅，擺完6個人位嘅話咧，依然都有呢一個空間可以俾到你做一排呢一個酒櫃嘅。咁呢個位置嘅話咧都係露台啦。咁而家發展商係做咗呢一個家政櫃喺度啦。咁後期嘅話咧，你自己都可以好似而家示範單位咁樣，作為一個通鋪嘅呢一個位置嘅話咧，都係露台加埋呢一個花池嘅位置去佈建嘅。咁花池嘅位置係屬於送嘅啦，露台係送一半嘅面積。咁呢個積嘅話咧係一個南北對立雙露台嘅一個戶型設計嘅。咁目前而家賣緊嘅一個價錢嘅話咧係低至10900蚊起嘅，送咗40個方。月供嘅話咧只需要5000蚊，如果計埋佢送嘅40個方嘅面積嘅話，單價圍到落嚟8300蚊就可以買得到啊，仲係精裝房喎。我哋繼續睇下房間，哇！呢間房間好中意啊，咁多拉布布喺度喎。咁呢間房嘅話咧就係一間兒童房啦，係做咗榻榻米嘅。咁到時交樓嘅話咧，房間就係白色嘅乳膠漆啦，咁有呢一個木地板啦，就冇呢一個榻榻米啦，同埋呢一個牆布俾到你嘅。咁到時後期自己裝修，如果你中意牆布啊或者護牆板嘅話咧，都可以自己去設計你中意嘅風格嘅。咁我哋繼續睇下呢一間客房。呢間客房嘅話咧，佢係連住出邊呢一個大露台嘅。咁後期自己住嗰時，如果你覺得成間客房面積仲唔夠用嘅話咧，都可以利用埋出邊呢一個露台嘅位置，成間房就更加大啦。咁而家嘅話咧，發展商嘅創意示範啦，佢係擺咗個5尺床，擺咗呢一個床頭櫃嘅。咁發展商其實佢嘅裝修嘅話咧，做得都係簡約風嘅，係貼咗呢一個牆布啦，擺咗家私喺度，俾到你嘅感覺就會覺得好溫馨。咁後期你自己裝修嗰時嘅話咧，都可以根據你自己屋企居住嘅一個人口啦，你中意嘅一個風格去做唔一樣嘅一個裝修風格嘅。咁我哋睇翻下呢個主人房，主人房嘅重頭戲依然都係呢一個270度嘅飄台位置。呢一個飄台位置，我覺得真係做得非常之靚嘅。首先，發展商交樓嗰時係幫你 book 好嘅，唔需要你自己再去 book，而且佢係成個朝南向嘅一個飄台位置嚟嘅。咁呢一個主人房126平方面積嚟計過，我覺得大得有啲誇張咯。因為而家發展商係擺咗個6尺床啦，做到呢一個3邊落床，仲擺咗2個床頭櫃嘅。咁呢個位置嘅話咧，仲有個超大嘅衣帽間。當然呢度就唔係呢一個衣櫃嘅，因為實質到時交樓呢一個位置係牆體嚟嘅。咁我哋睇下呢個衣帽間嘅位置先。哇！呢成個衣帽間，我覺得冇邊個女主人會唔中意咁樣嘅衣帽間。成個呢一個6線衣櫃喺度，呢一個衣櫃完全夠我哋女主人嘅一個生活空間啦。呢度仲有空間可以俾你做個梳妝台。咁呢度嘅話咧都係以呢一個露台去佈建嘅，所以呢個面積嘅話咧有一大半都係送嘅。所以點解話呢一次嘅一個產品當中嘅話，使用率咁誇張？
洗手間竟然可以裝浴缸喎！國際花城由呢一個1期賣到而家嘅5期，其實前期嘅話咧，好多業主都喺度反饋話，點解我買個大積都買唔到浴缸？呢一次5期2區4棟嘅產品可以滿足到你啦，可以喺呢一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做一個浴缸啦。咁交樓嗰時係冇浴缸嘅，後期嘅話咧就需要自己去加裝。不過喺國內買浴缸都係比較平嘅，基本上有幾千蚊就可以買到個浴缸。咁成個主人房洗手間嘅空間嘅話咧，咩事？你覺得126平方俾到咁樣嘅洗手間 O 唔 OK？OK，呢個洗手間俾我睇起身咧，有呢種呢個140啦、150左右嘅主人房嘅洗手間先有咁大咯。同埋佢出邊咧仲有個啲咁大嘅衣帽間，基本上你話而家真係市面上見到咧84方、85方，咁如果係再咁樣嘅衣帽間，就可能面積要去到87方、180方。冇錯，因為加咗送嘅40個方嘅面積嘅話咧，呢一套房嘅面積去到167平方嘅，咁就係同市面上而家賣緊建築面積160幾方嘅一個使用率差唔多嘅，但係你用嘅價錢嘅話咧係用呢一個126平方去計翻嘅喎。單價10,800蚊，總價圍到落嚟137萬起，送咗40個方俾你，圍到落嚟單價過嚟8300蚊，大精裝修喎。樓下仲有一個千畝嘅護機，當然到時交樓嘅話咧就唔係你而家見到嘅呢一隻交樓標準啦。咁到時交樓嘅話咧，發展商又做埋呢一個地磚啦，又做埋白色2+7啦，廚房3件套，以及呢一個洗手間以及主人房嘅呢一個2+7啦，包括呢一個木地板都係幫你做好嘅。咁後期嘅話咧，呢一個通鋪啦，以及其他嘅家私電器就需要你自己去裝修啦。同我哋購買嘅話咧，我哋仲有最高38000嘅一個現金回贈嘅。除咗現金回贈啦，我哋仲有一系列嘅售後服務，我哋有裝修嘅一個服務啦，以及專業1對1嘅按揭商會協助你後期辦理呢一個居住證啦、醫保卡啦，以及駕駛證等等嘅服務。成交只不過開始，服務先係冇終止嘅。各位觀眾朋友，如果對於呢一次全新加推嘅國際花城5期2區4座嘅湖景單位感興趣嘅話，快啲約我過嚟現場感受下呢一個超130%嘅水印率，落樓就係一個千畝湖景嘅國際花城啦。咁呢一輯視頻就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